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第 A39段新項目禁香2026年第2期露天可續期家族龕位認購手續。2026年第2期配售嘅新骨灰龕位係位於將軍澳墳場第 A39段嘅露天禁香可續期家族龕位。今次可供認購嘅家族龕位共有8775個，全部位於戶外。龕位範圍內係唔可以燒香同埋化寶。如果有需要，可以前往第 A39段嘅化寶區燒香化寶。可續期龕位嘅首段年期為20年，其後可以多次續期，每次可以續期10年。此外，將軍澳墳場政府批地期滿日為2047年6月30日，先人可以安放直至將軍澳墳場嘅政府批地期滿，或者政府基於任何原因行使佢嘅權力收回土地，或者該龕位所處嘅建築物需要進行重建或拆卸。換言之，如果冇上述情況，或者持證人冇自行遷走先人，先人就可以繼續安放喺龕位內，直至龕位嘅年期屆滿。可續期龕位嘅年期係由配售日開始計算，認購後可以加放其他先人嘅骨灰。有關龕位嘅年期係唔會因為申請加放先人而獲得延長或者改變。簡單介紹完可續期龕位嘅資料後，以下落嚟我哋會開始講解龕位嘅認購流程。首先係認購通知。喺登記申請期完結後，華永會會安排電腦抽籤。抽籤完成之後，華永會會以平郵向獲編配為正選嘅申請人發出抽籤結果及認購通知、注意事項同埋可續期骨灰龕位條款及須知。喺認購通知上面可以見到認購次序、獲編配嘅龕位編號、認購日期同埋時間。申請人必須喺認購之前詳細閱讀所有收到嘅文件，以及預備好認購所需嘅相關文件。申請人可以喺華永會網站查看有關龕位嘅平面圖、高度圖以及相關嘅參考相片。請注意，獲編配嘅龕位位置係不能更改。華永會強烈建議申請人同埋其他親友喺出席認購之前，應該親自到墳場實地視察獲編配嘅龕位以及附近嘅環境。認購手續：申請人到墳場視察獲編配嘅龕位位置同埋附近環境之後，如果接受獲編配嘅龕位，必須按照認購通知上列明嘅認購日期同埋時間，並帶備認購所需文件，親自嚟到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同埋繳交費用。認購所需文件包括申請人嘅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先人嘅香港永久居住證明文件正本，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先人嘅火化證明文件正本，如果喺香港火化，嗰份文件即係領取骨灰許可證或者存灰證嘅正本。所提交嘅火化證明文件或者存灰證必須係同申請時提交嘅副本文件一致，同埋已經簽妥附夾喺認購通知內嘅可續期骨灰龕位條款及須知。再提多一次，上述嘅文件必須係正本。如果有需要，申請人喺認購當天可以同時申請加放其他先人嘅骨灰。請注意，加放先人必須係守先人嘅親屬。申請加放嘅話，申請人係需要同時出示加放先人嘅火化證明文件正本或者存灰證正本。你亦需要提供加放先人與守先人嘅關係證明文件。如果未能出示，可以填寫華永會預設嘅關係聲明，確認加放先人為守先人嘅親屬。
可續期家族龕位嘅認購費用為16,000元。呢個費用已經包括首段20年嘅費用，以及第一位先人嘅安放費用。首段年期到期之前，華永會通知持證人為龕位續期，每次可以續期10年。目前續期10年嘅費用為8,000元。續期費用如果日後有調整，申請人需要按照當時華人永遠墳場規則內所訂明嘅費用，向華永會支付龕位嘅續期費。龕位可以安放多於4位先人嘅骨灰。如果申請家灰，家放費用為每份骨灰300元。申請人可以選擇以下嘅方式去繳付費用，包括轉數快。申請人要留意個別銀行戶口嘅每日限額設定或者限制，可以先向開戶嘅銀行查詢。另外，亦可以用當日可以兌現嘅支票或本票，抬頭為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如果以現金繳付，申請人必須前往指定銀行存入現金至華永會戶口。存款或者轉賬之後，申請人必須喺當日將銀行入數紙交回配售處。完成認購手續之後，華永會即日發出正式收據同埋安放許可證俾申請人。申請人隨即成為呢個龕位嘅持證人，可以全權負責呢個龕位日後嘅一切申請以及相關事宜，包括家放、遷出骨灰同埋維修等等。延期認購，如果申請人未能如期出席認購，可以有一次申請延期認購嘅機會。申請人需填妥認購通知背頁嘅延期認購申請表，連同申請人身份證副本，喺認購日期之前傳真或者電郵交回華永會配售處。請留意，新嘅認購日期只可以延後，不可以提早，而且延期日期必須定喺華永會可供延期日子嘅範圍之內。延期申請必須等待華永會回覆先可以作實，而一經批核就唔可以更改。提提你，延期認購之後，龕位嘅安放工程有效期仍然會係3個月。係由新嘅認購日起計，不得延期。更改申請人，如果申請人未能親自出席辦理認購手續，可以提名其他親屬作為新申請人辦理認購。不過需要留意，完成認購手續之後，嗰位被提名人士將會成為該龕位嘅持證人，可以全權負責該龕位日後嘅一切申請以及相關事宜。因此，先人嘅家庭或家族成員應該要先商討同埋協調，再決定邊個出任新申請人，即係日後龕位嘅持證人，並且確認冇任何嘅反對意見、陳述或者行動，以避免日後可能引致嘅不便或者爭拗。申請人喺提名其他親友之前，必須考慮清楚。決定更改申請人之後，新申請人可以按照認購通知上列明嘅認購日期同埋時間，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屆時，新申請人需帶備原申請人簽妥喺認購通知背頁嘅更改申請人申請書，以及原申請人嘅身份證副本，以便職員核實。工程預約，持證人必須喺安放許可證有效期內，即係3個月內安放先人嘅骨灰，不得延期。逾期未安放，華永會將會取消該許可證，以及收回有關龕位。如果持證人決定取消家族龕位嘅認購，必須喺安放先人之前，以及安放許可證有效期內，向華永會提出，並交回正式收據以及安放許可證。已繳付嘅家族龕位認購費用，喺扣除規則附表3訂明嘅行政費用之後，將會退還俾持證人。
目前行政費用為港幣2690元。持證人必須聘用華永會認可承造商進行安放工程，而安放工程亦必須由認可承造商喺安放前最少48小時進行預約。放棄認購。申請人如果決定不接受獲編配嘅龕位，或者已經為先人作出咗其他嘅安排，請填妥認購通知背頁嘅取消表格，連同申請人身份證副本，以郵寄、傳真或電郵交回華永會配售處。不論任何原因，但凡冇喺約定嘅日期出席認購龕位，或者冇完成認購手續，一律視作取消論。如果出現突發情況，例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8號預警、8號或以上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等等，或者因為交通或其他狀況令華永會配售處嘅服務受到影響，或者需要停止開放，原先獲安排到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嘅申請人，將會有職員聯絡你，通知你有關最新嘅安排。屆時請申請人密切留意華永會網站嘅最新公告。崇孝樓目前已經局部開放地下、1樓、3樓、4樓以及5樓。詢問處就設於崇孝樓5樓，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9點至下午4點半，農曆年初一至年初3除外。市民可以乘搭的士或者駕駛私家車，經油塘前往 A39 段新項目。選擇步行嘅話，可以由調景嶺經華永行人徑步行前往崇孝樓。如果選擇搭的士或者駕駛私家車，車輛經油塘高超道入口進入墳場之後，可以喺崇孝樓5樓正門外面上落客，但係唔可以停泊，以免造成交通阻塞。的士站就設於崇孝樓稍前位置。選擇步行嘅市民可以乘搭港鐵至調景嶺站，再按指示經華永行人徑前往崇孝樓，入口位於地下嗰一層。崇孝樓附近只有少量嘅泊車位，位於31段同埋華永行人徑對出，或者可以使用墳場內其他可用嘅泊車位。由於泊車位有限，建議市民盡量避免駕駛私家車前往。A39 段新項目符合無障礙設計，市民可以經升降機以及扶手電梯前往崇孝樓各個樓層。崇孝樓以及露天龕位亦有多個出入口，方便市民直達不同嘅樓層或者不同嘅舞台。另外，亦有多條暢通易達路徑，可以直接到達露天龕位嘅不同位置。輪椅使用者出行之前，可以先去到華永會網站裡面嘅墳場資訊，再進入通達共融版面查閱詳情。如果需要協助，亦可以致電墳場辦事處。A39 段新項目為禁香項目，龕位範圍內係唔可以燒香同埋化寶。掃墓人士可以喺 A39 段嘅化寶區或者墳場內嘅其他化寶設施燒香同埋化寶。為咗維持秩序以及避免掃墓人士花極長時間輪候化寶，喺清明節及重陽節嘅掃墓高峰日期，掃墓人士必須將冥鏹擺放喺指定嘅收集點，由工作人員代為化寶。洗手間設於崇孝樓地下同埋5樓，而崇孝樓嘅1樓至6樓亦設有取水處。喺現場設有奠酒盤、插花同埋抹碑工具，歡迎借用。有關華永會新龕位詳細資訊，請瀏覽華永會網站嘅新龕位資訊發佈站。如果有其他查詢，你可以喺辦公時間內透過呢幾種方法聯絡華永會配售處職員。